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5，旧历的9月17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救援的现场虽然紧张，但是真感动人。台南一个43岁工程师到台中去出差，过大路的时阵，常常心脏无爽快，倒伫咧大路中，一度无呼吸心跳，搁差一点互大车交过。加在有2个热心的民众冲向前。 驾车指挥交通，这个过路的护理师嘛停车帮伊做心肺复活术，刷落来救护车赶到位，甲电击3解。这个工程师真有福气，拄到遮济贵人，捡回一条命。一个工程师伫斑马线顶面伫行，要到对面啊，想要到雄雄心脏病举起来，倒伫涂骹，心脏缩起来，无伫喘气。 当时有2台连接车快速通过，险险啊，甲交到惊险的画面，互人替医疗庆歌。加在有2个热心的民众赶紧去动车指挥交通，讲来嘛真拄好，有一个护理师经过，赶紧救人。做 CPR 大概2到3分钟，当下其实也是蛮紧张的，然后可是想到还是就是救人是第一。 关键的急救有作用，再加上救护车一日来，救护人员甲电3摆，这个工程师总算恢复心跳。我完全不记得了，然后之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，这样蛮多的一个幸运的地方啦，所以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。医生讲，加在当时有及时做急救，才无伤到脑部。 不到2分钟时间，他已经接受 CPR， 所以他的脑循环、全身的组织循环都有得到维持。倒伫路中央闪过连接车，高小人线拄着好心的人，这个工程师真好加在救回一命。